伫咧巴西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，本地是2月就要结束啊。不过，主办国巴西提出的全球气候行动决议草案，说是把这化石燃料退场的内容提掉，引起抗议。谈判拢无进展，伫巴西贝伦举行的气候峰会 COP30会场内底，参加会议的人先休困补充体力。主办国巴西提出来的全球行动决议草案，文本内底坦白讲，全球气温升高会伫2.3度到2.5度。不过，上届和民间团体甲部分国家代表不满的是，甲化石燃料伫什么时阵退场的路径改提掉。Who decides that is not me, it's the countries. 峰会主席强调，这份文本也需要各国协商，临时主办国会使单方面来决定。也毋过加早期版本，上届重要重点该显煞。巴拿马代表坦白讲，完全无法来接受。It fails the Amazon, it fails science, it fails justice, and it fails the people we are here to represent. It simply cannot be legitimized. 拉丁美洲国家大声呼吁，一定要制定明确一步一步去除化石燃料路径图，因为伊是造成超过8成的碳排放。The oil-producing countries are only trying to focus on adaptation, but adaptation is an empty bag if mitigation doesn't come next to adaptation. 路透社报道，80外国强烈支持文本含一个去除化石燃料路线图，也毋过产石油甲天然气国家表示绝对袂接受。分析师认为，这款的文本是政治策略。You lean very heavily to one side, you then get a huge reaction from the other side, and that tells everybody you've got to find a compromise. 联合国气候峰会一般伫第2礼拜2顶的最后一天，也就是拜五暗时6点结束，也毋过真少会使准时结束。这份最后文本也伫继续协商谈判中，啊，伫了将近200个国家一致的同意，才法度通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